好，咱感谢上映，继续来关心诈骗的消息。找头路一定爱斟酌，尤其地点伫咧国外是更较爱细致。来看有一个火舞的表演者，去年耶诞节去泰国表演，却失去联络。因老爸讲，后生有打电话来，爱拿美金3万块，才会当互放出来。手机定位发现人伫咧泰国甲缅甸的边境，怀疑是互带去诈骗园区。人火棍观众是看甲目睭美丽吧，帅气搁放大招。嘴内底吐出煤油，成功完成喷火。伊是火舞表演者小鬼，即马去泰国工作，雄雄失去消息。最后一通电话是靠互亲人求救。他的口气就是说啊，爸，出大事了。我被逮了啊！我被绑架了，然后需要3万块。那我就问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能讲。”他就跟我讲，就是说他是前一天就是红眼航班的飞机，然后到了曼谷。接到小鬼的求助，爱付3万美金才能得到自由。真人是真奇幸，透过手机啊定位，发现囡仔已经伫泰缅边境，怀疑落入要海外救济陷阱，被带去诈骗园区。还原案件发生的经过，伊的亲人透露，就是看这个大文有出国表演的机会，小鬼就去应征。去年圣诞节出境了后，讲好到泰国表演，不过就安尼看无人影。他到底是不是被骗招的这一个部分，我们还有待商榷。目前的话，确实是有收到，就是说他必须要有赔付才能够出来。这一个部分的话，确实现在是非常非常新的，过去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广告。海外救济骗局一直拢无停过，全球反诈骗组织卡索也讲，不法集团惊是讲去泰国工作，就是要减少被害者的戒心。刑事局证实，专案已经由辖区的分局继续侦办，而且提醒国人去海外工作，依然爱提高警觉。公司记者综合报道。